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8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一。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向库尔斯克方向发起新攻势，并进行反攻。马赫诺夫卡地区激烈战斗仍在继续。乌军此次袭击的目标是夺回切尔卡、瑟科诺佩尔卡，到达俄罗斯军队后方，并确保从苏梅出发的补给路线。据初步了解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绕过切尔卡、瑟科诺佩尔卡。2月6号上午，乌克兰军队今年以来第二次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进攻，这次进攻位于苏贾东南部，目标是朝乌兰卡。乌克兰这次反攻第一波的规模约350人，1辆装甲车，30余辆载具这个都是俄罗斯方面的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攻击路线从科尔马科夫出发，沿着 38K-028 公路前往乌兰卡村，随后双方接触爆发战斗，俄罗斯军队几乎升空了所有的 FPV， 双方战斗很激烈都倾囊而出根据目前的战斗报告称，乌军一样采取高速机动的方式，并没有在切尔卡斯卡亚和法纳谢耶夫卡逗留。另外有目标就是目击报告说乌军利用装备将部队运送到距离乌兰卡外围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郊区。说迄今为止，战场观测指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加油站地区的活动，同时乌军也遭受无人机和火炮的攻击。双方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同时不排除乌军在其他地区同时发动攻势的可能，其中包括向格卢什科沃方向发动的攻击这个是俄罗斯的媒体报道从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说法那乌军今天也就是2月6号在库尔斯克的苏贾东南部发动了规模不小的进攻。根据俄媒说法，乌军已经占领了部分前沿林带阵地，就是那个树林林带，反攻还在继续，预计战线会有较大的变动。乌军一次出动了至少2个旅在库尔斯克地区反攻战果怎么样呢？恐怕这1-2天就会有结果。这个情况确实让俄罗斯人感到震惊因为今天这个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已经过了半年了。普京指示的2个重点，就是一要收复库尔斯克，夺取红军村。截止到现在，俄军一个也没有做到，尤其是红军村已经到了那个波克罗夫斯克城那个只有2-3公里，但是就停在那儿了，啃不动了，已经几个月没有进展，对吧？一旦这么耗到春天来临，乌军如果来一次春季反攻那这个俄军恐怕还有麻烦了。不管怎么说这1年多来俄军他基本上是持续进攻状态，尤其是在这个顿涅茨克这些地方，本质上叫以攻代守，发动有准备的攻势，让乌军去应付，哪怕他打不动，这样也可以尽量避免暴露俄军调动迟缓的致命的缺陷但是如果这个俄军自己打不动了，他不再进攻，让乌军进攻，那么俄军恐怕又陷入被动应付起来就比较吃力。目前看俄罗斯这个军队在乌克兰前线攻击的次数明显在下降，也显示出了强弩之末的这个态势主要还是因为伤亡过大。俄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都要面临无数的无人机的轰炸，还有这个海马斯钢雨系统的这个洗礼同时乌克兰无人机却四处出击越来越频繁的攻击俄罗斯本土能源设施。双方在3年战争中都找到自己擅长的战术。这个俄罗斯呢，凭借这叫战斗民族反正都是耗材，这个俄军士兵生命如草芥，不值钱，得靠这个来抢一些土地。而乌克兰呢，这4两拨千斤，对吧？这个充分利用美西方武器这个精确打击这个优点，打蛇打七寸。就是俄军目前的重点还是在抢土地这一块，而乌军的重点不仅是防御，更重要的是打击俄罗斯的钱袋子，用高科技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也就是那个炼油厂、储油罐、码头，把战火烧遍俄罗斯领土。昨天咱们就说了从经济战的角度来说这个俄罗斯肯定是亏的，这个拖得越长，俄罗斯越受不了，普京的压力越大。这个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
基啊，他向泽连斯基报告说啊，乌克兰国防军在2024年摧毁了13000套俄罗斯火炮系统。我们防御行动的优先任务之一是摧毁敌人的火炮。仅在2024年期间，就有13000个火炮系统被摧毁，这超过了前2年全面入侵的总和。我们先不管它到底是多少个火炮系统啊被摧毁，我们只知道随着战争的延长啊，就是俄罗斯的消耗是越来越大，对吧？它2024年损失的火炮是2022年、2023年2年的总和。我们设想一下，这么打下去的话，2025恐怕这个损失的火炮啊，也在2024的基础上又要涨1倍。那你说俄罗斯怎么耗得起？俄罗斯军队的火炮系统中总损失已经达到了23000件。乌克兰军队还摧毁了属于俄罗斯人的1269个多管火箭系统。据悉，开战以来，俄罗斯已经消耗完所有苏联时期库存的各种火炮。另据消息称啊，进入2023年下半年后，俄罗斯火炮大多数由乌克兰无人机摧毁，可以见证啊，无人机在战场上发挥了作用，那是相当了得啊！我记得啊，这个俄罗斯人的那叫什么 A50吧，预警机都接连被干掉3架，搞得现在这个预警机不敢出动，什么 S400打掉多少套，这就不计其数了。我记得2024年1月份、2月份，对吧？击落多少架苏34啊？应该是连着啊，击落10几架。这俄罗斯底子再厚，它也耗不起啊。俄罗斯的底子才多少？它 GDP 比广东还要少啊，它哪耗得起啊？希尔斯基说啊，俄军被摧毁的装备啊，66%，也就是2/3是无人机造成的。乌克兰啊，不停的在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这目的就是钱袋子，打击它的经济命脉。1个月内，俄罗斯30家最大工厂中有2/3都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打击。根据这个乌克兰的说法啊，乌军瞄准了俄罗斯最致命的能源咽喉，它不光是乱炸你的炼油厂，它现在打击你的这个能源咽喉，叫一箭封喉，叫亚马尔十字枢纽。乌克兰在1周内出动100多架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2站伏尔加格勒和罗斯托夫等多个炼油厂和能源机。乌军发动袭击的主要机型是 A-22 攻击无人机，这种利用 A-22 胡佛小型飞机改装的攻击无人机配备了一个光电摄像头，使用 GPS 系统完全自主导航，通过星链卫星维持远程通信，可以向操作员回传目标图像，采用人在回路中的方式发起攻击。这个它是搭载一枚250公斤的 FIB 高阻航空炸弹，这个比那个什么沙赫德无人机啊，比那些小型的无人机那威力啊大得多啊，关键它能飞1300公里。下一步，乌克兰很可能会以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能源咽喉亚马尔十字枢纽，这里汇集了17条大型天然气管道，是俄罗斯天然气运输的核心节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估计啊，这个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啊，那个布达洛夫啊，已经把这个亚马尔十字列为目标了。俄军一个专门发射沙赫德无人机的机场啊，遭到乌军的打击啊，乌军用无人机啊对这个机场发起了攻击，具体的这个效果啊，恐怕还要一段时间啊才能核实。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这个俄军啃了将近9个月啊，到现在丝毫没有进展。说这个波克罗夫斯克这个惨状也令人毛骨悚然。说俄罗斯的一个突击连接受命令坚守阵地3天，这个突击连啊，3个排中有2个排的人员全部被击毙，剩余的人呢，与死亡的士兵挤在桥下一起待了14天，就被困在那儿。你说多惨！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当地时间2月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关于延长乌克兰战时状态和动员的法令，战时状态和动员令将再延长90天至2025年5月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啊，如果谈判是唯一能够给乌克兰民众带来和平的途径，乌克兰愿和美国、欧洲一起与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就是泽连斯基的姿态啊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拒绝谈判，那就让俄罗斯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对吧？人家要和平，你不愿意谈判。现在泽连斯基说我愿意。根据这个央视新闻报道啊，说当地时间2月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拉米。泽连斯基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布了这一消息，并表示啊，双方讨论了最近乌英签署的100年合作协议。
实施情况，并就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和国防工业的制裁进行了磋商。泽连斯基同时感谢英国为乌克兰国防生产发展提供的财政援助。这个英国可以说啊，现在慢慢的走到台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这个英国宣布啊，追加5500万英镑援助乌克兰，旨在帮助乌克兰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是那个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啊到基辅访问宣布的。英国还正式确认将代替美国主持拉姆施泰因援乌会议。英国国防大臣吉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啊，他将于2月12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召集联络小组会议，联络小组将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之前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的优先事项。国际社会将继续共同努力支持乌克兰抵御普京的非法入侵。现在这个美国的身份啊就比较尴尬了，因为特朗普他要调停俄乌冲突，那他就不适合一边调停俄乌，一边跑到那儿组织反俄大会。这个拉姆施泰因援乌会议啊，换种说法就是反俄大会，各自认领任务，给乌克兰多少援助再打下去。那以往啊，拉姆施泰因会议都是由美国国防部长他来组织，就是美国组织，那这个身份现在美国确实也不方便，所以英国啊顺势接过了，对吧？这杆大旗，由他来协调对乌克兰进行援助。所以说这个英国啊逐渐的走到前台，他不仅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他还要在外交上、国际舞台上想尽一切办法支持乌克兰。法国国防部长叫勒科尔尼表示啊，第一批法国幻影战斗机已抵达乌克兰。勒科尔尼在社交网站写道，2024年6月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对乌克兰供应法国幻影2000战斗机，第一批已于今日抵达乌克兰。据勒科尔尼介绍啊，几个月内，乌克兰飞行员在法国接受了战斗机驾驶培训。俄罗斯此前已就向乌克兰供应武器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发出照会，也就是恐吓啊。这个法国的幻影战斗机啊抵达乌克兰，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啊，因为法国是允许啊用他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全境，也不受限。但是啊，那个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法国型号叫斯卡普巡航导弹，他们恐怕还都有美国的技术，所以你要用这个导弹打击俄罗斯本土，必须得到美国的同意。那现在网上有传言啊，这个没有正式报道，说这个特朗普啊告诉英国和法国，因为英国是风暴阴影嘛，法国叫斯卡普，只有他们两家有。特朗普告诉他们说取消了武器使用限制，然后这个法国通知乌克兰，对吧？风暴阴影和斯卡普你就随便用。咱们最近很少听到说乌克兰用斯卡普用这个风暴阴影打击俄罗斯其他地方，只打击了库尔斯克。所以接下来啊，恐怕这个法国、英国援助的这个巡航导弹要在俄罗斯境内开花呀。但是这个都是传言啊，我们也看到你的媒体啊说报道，也有可能是特朗普释放这个消息来警告俄罗斯啊，给俄罗斯施压。那么这个法国的幻影战斗机正好挂载斯卡普巡航导弹，还有法国提供的 FIB 那个铁锤啊航空炸弹，这叫原汤化原石啊，这叫原装，那个效果会更好。这个阿塞拜疆向乌克兰提供100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根据阿列耶夫总统的法令，援助包括为乌克兰购买和运送电气设备。这个阿塞拜疆恐怕被逼啊也要倒向乌克兰了，因为他的那个民航客机失事的原因啊似乎已经查明白了。这个阿塞拜疆也没办法，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飞机是被一枚俄罗斯的导弹击中，然后还把那个弹片送到联合国去了啊，请求第三方再次确认。问题是阿塞拜疆能拿俄罗斯怎么样呢？这普京他又不承认，你也没脾气啊。所以阿塞拜疆恐怕也只能像荷兰一样，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然后呢只好寄托在乌克兰身上，就玩命的支持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啊，他说啊，在回答基辅记者的提问时，我强调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没有停止或减少，它仍在继续，我对此表示感谢。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讨论新的援助计划，但现在还为时过早。不过我们已经开始与美国团队沟通。欧洲委员会报告称，在设立俄罗斯问题特别法庭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月4号，负责设立特别法庭以调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罪行的核心小组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13次会议，这一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高级法律专家核心小组第13次会议上，为特别法庭奠定了法律基础，包括章程的主要内容。这个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啊卡拉斯也证实啊，37个国家设立侵略乌克兰罪行特别法庭，追究俄罗斯
斯领导人侵略罪，什么意思呢？你说这欧洲啊，连审判普京的法庭都准备好了，你说这欧洲能善罢甘休吗？啊，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停火，然后任由俄罗斯的这些发动侵略战争的这些领导人逍遥法外？那这几十万上百万人都白死了。法庭运作后，将有权追究对侵略罪负有最高责任的普京等俄罗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责任，五夫一娃一金呐，一个别想跑。启动该法庭将证明我们对维护和平与国际法是认真的，侵略罪的肇事者将受到惩罚，正义将得到伸张。我觉得普京啊，恐怕不会走向军事法庭，他只会走向那个歪脖子树啊，或者是克里姆林宫的某一个门框上面。我们再看啊，这个彭博社啊，2月5号说，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特朗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将在2月14日至16日于德国巴伐利亚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向盟友公布乌克兰的和平计划。说据报道啊，该计划内容可能包括冻结冲突，将俄罗斯军队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保持在未决状态，同时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俄罗斯无法再次发动攻击。最近几周的媒体报道和凯勒格等人的公开发言暗示，该计划将寻求特朗普所倡导的以实力求和平。凯勒格还暗示啊，美国希望看到停火后乌克兰举行选举。这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呢，扎赫罗娃2月6号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无法接受冻结俄乌冲突或暂时停火，因为这将被西方用来加强乌克兰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普京啊，他还不领这个特朗普的情。这个特朗普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啊，据称啊，说特朗普希望泽连斯基同意在4月20日复活节停火，俄罗斯停止推进，乌克兰禁止加入北约。关于这个啊，泽连斯基已经说过了，对吧？不加入北约也可以，我自己保护自己，你把核弹还给我。实际上，这个美国啊，特朗普政府啊，就如何结束俄乌冲突，就是特朗普内部存在巨大的分歧。你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说特朗普怎么表态，都是特朗普的特使凯洛格怎么说。我的理解啊，那就是把这个通过媒体放风的形式啊，先看一看风向，看看大家的反应。哎，你看这个泽连斯基说我愿意谈，但是普京翘起辫子了，尾巴翘起来了，是吧？不愿意冻结冲突。你这是给乌克兰喘息的机会。这个根据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内部在如何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知情人士透露啊，说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乌尔兹和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主张利用美国的影响力促使美国总统普京让步。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削减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以此作为迅速结束战争的手段，实际上就等同于解除乌克兰的武装，从而迫使其向俄罗斯屈服。我昨天节目说了啊，特朗普这个人说什么不重要，这前一秒说的后一秒改了，这很多媒体啊都头疼的不行，对吧？特朗普前面说了个什么要占领加沙，这媒体还在写稿子呢，然后发，然后印，报纸还没印出来呢，或者印出来还没发出去呢，这边特朗普主意又改了，你说媒体都没法干。所以说特朗普说什么不重要，你看他怎么做的，对吧？最终他的方案采取什么措施。这个据说啊，特朗普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结果这个啊遭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表扬。当地时间2月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调解乌克兰局势大使圆桌会议上发表讲话。拉夫罗夫表示啊，莫斯科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是错误的言论。这个泽连斯基不说了吗？如果不让我们加入北约，那把核武器啊还给我们。对此啊，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他说啊，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近乎疯狂。这个扎哈罗娃他说啊，乌克兰总统的愿望暴露了他是一个疯子，他把世界视为他妄想的画布。这个俄罗斯典型的叫强盗逻辑啊，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允许普京啊盘着那个核按钮，都盘出包浆了，动不动拿出来恐吓一下。这个梅德韦杰夫啊腰里就别着2个核弹，逮谁跟谁来。这俄罗斯人呢，一个个的都是核恐怖分子，没事就拿出来亮一下。就这个他不能允许乌克兰有核武器，找谁说理去？当初乌克兰在布达佩斯备忘录上，对吧，签的协议啊，那就是乌克兰放弃核武器，那俄罗斯是要保护乌克兰的，结果你俄罗斯不仅没有保护他，还俄罗斯亲自揍他，侵略他，对吧？这叫言而无信。这个拉夫罗夫啊也要拉大国垫背。这个在这个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啊第14届中东会议上，拉夫罗夫表示
示啊，西方试图将俄罗斯、大国和伊朗排除在解决叙利亚危机议程之外的做法，并非出于善意，而是意图将上述国家排挤至次要地位。你说这个拉夫罗夫多坏吧？你们俄罗斯人呢，在叙利亚横行霸道的时候，有大国什么事啊？你现在被人家从那个叙利亚踢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拉着大国去垫背，有好处的时候独吞，有麻烦了希望大国一起背，不就这意思吗？还玩这一套呢？我们看看俄罗斯国内啊，这个由于啊普京啊他的诺言对吧，在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一次又一次的落空，没有办法向库尔斯克人民交代啊，他没有办法向库尔斯克人民解释，所以啊这个普京啊只好对这个库尔斯克州的代理州长开始给他画饼，给他打气啊，对这个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叫辛施泰因给他戴高帽子，说他这2个月工作相当满意，可不嘛，你再不表扬他，人家不干了，撂挑子了，这没法干。普京说啊，人们当然会勇敢的忍受所有这些考验和磨难，你看他把这叫考验和磨难，这是他招来的灾祸，变成考验和磨难，并用他们今天的行为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态度来证实过去关于他们所说的一切。什么意思啊？说是不明白，你知道吗？他说我希望正如我们同意的那样，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问题以及可能仍然会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在恢复边境和向人民提供援助的过程中，你们将分析这些问题，并把它提交给联邦。也就是说，就是我翻译一下啊，大概意思就是你们库尔斯克州有什么困难，赶紧提给联邦政府啊，反正到时候也解决不了，就是画大饼啊。眼下这些小兄弟啊，你再扛一扛。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俄罗斯确实啊，国内已经叫一团糟啊，物资到了匮乏的地步。这个一名俄罗斯士兵告诉自己的妻子，他们在前线得到了一群驴子来运输炮弹，命令是为他们建造一个畜栏，也就是让驴子圈驴子的地方，驴圈。21世纪，俄军在乌克兰大平原上使用驴子作战。克里斯蒂娜，真的，我们在这里笑，谁会成为驴倌？我们需要为他们干草。也就是这名俄罗斯士兵啊，光荣的得到一个任务，就是他是养驴子，给驴子建这个驴圈，然后喂驴子干草，然后用这些驴子去运送炮弹。按道理来说啊，俄罗斯现在并不缺乏车辆，这个车辆指的是民用车辆，就是拉炮弹什么。事实上，俄军已经开始在前线大量使用各类民用车辆，比如说摩托车，对吧？电瓶车、3轮车都上了啊。俄罗斯政府也开始将酒驾司机的车辆直接送上前线。你说俄罗斯它不用效率更高的汽车，却用驴子，确实有点想不通啊。连前线的俄军都被震惊到了。我想2个方面原因，一个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啊一直在攻击俄罗斯的运输这个补给线，就造成那些运输车辆短缺，对吧？它铁路现在也是有问题啊，铁路调度都有。第二个恐怕还是主要缺那个能源，就俄罗斯缺汽油啊，就被乌克兰炸的。驴子它不用烧汽油啊，给喂草就行啊。你说俄罗斯打仗打成这份上，你还指望他赢？当然了，这个无论俄罗斯啊怎么落魄，对吧？他这个陷害黄俄的这个心啊从来没有变过，他越落难他越要咬你一口啊。你看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6日报道，俄罗斯国防产品公司透露，俄罗斯提议在印度生产最先进的苏57战斗机，并准备向印度转让技术。印度可以选择联合生产或开发本国版本，这个是俄罗斯提议的啊。也就是说，人家印度还没要这玩意儿，印度不一定能看得上这个苏57啊，那玩意儿没有实战过，到底行不行？印度人心里还不踏实啊。结果俄罗斯提议啊，就在你们印度生产，把技术转让给你。好就好在这个苏57啊，吹的厉害，其实水平非常一般。你如果他真的这个那么先进啊，什么5代机，那他又是针对谁的呢？难道又是用来对付美帝的吗？你看俄罗斯就一刻都不想让大国啊闲着，他就专门在你大国周边武装，对吧？给什么菲律宾卖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给印尼卖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帮越南建核电站。就是建核电站，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就是离核武器就差那么一步了。向朝鲜转让或者提供核技术或者导弹技术，你看这都是围着大国，对吧？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就是黄俄不知道。这叫从这个角度来说啊，黄俄叫认贼作父啊。不过好就好在啊，这个贼啊离他那个歪脖子树是越来越近。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